南投縣政府要在民間鄉起一個焚化爐，在地民眾一直抗爭。昨呢，這縣政府就掀起試污水井。民間鄉公所含自救會認為講，縣政府攏無事前通知，攏無遵照當初的約束，要求因愛停工。不過環保局長強調講，進前會議時陣已經有公開資訊啊，所以就無擱再通知。經過協調了後呢，目前先暫停來停工。我知道了，就是說時間上面你要告訴我，你們哪時候要來挖嘛？拜三南投縣民間鄉長當咧質問環保局是安怎封路阻擋人入去焚化爐的預定地，民間鄉長要求施工單位唔通違法，應該隨停工。民間焚化爐因為進前範圍界定會期，就協商講，縣府也是施工單位，也要取樣。施工前14日愛發文通知民間鄉公所，閣含自救會，嘛愛允准專家也是代表專程在場。啊，毋過兩個單位煞攏無收到相關的公文。鑽探的時候，好，他就必須要發文，前14天必須要發文通知我們。來到這就講開會攏無准審，安尼是要開什麼會？為頭到尾都是這種態度欺負民間人，為頭到尾嘛不愛互民間人來參與。民間鄉公所含自救會講，南投縣府和大型的機具入來預定地鑽探挖坑，煞攏無先通知，已經破壞掉當初的協議。啊，咱南投縣環保局是表示，即馬落井是為着要確定預定地地下敢有地下水，啊，真有敢適合施工，後續也要起焚化爐，嘛有水質監測的用途。環保局嘛回應講，即屆取樣的範圍，是進前會期中有明確的表示，所以就無閣通知。這就會質疑這個沒有在事前通知的部分。那我想我們在範圍界定會議的時候，都已經確認明確的開挖的鑽探的地點了哈，所以我們認為無需再通知自救會來現場來做確認哦，所以我們已經確認過了相關的地點，我們就直接會開始進行鑽探的工作。好，那預計鑽探完之後就會執行後續相關包括生態、還有水質、還有地下水的調查。為着要起焚化爐，縣府含自救會雙方已經發生足多屆衝突，即馬閣因為落井引起風波，目前環保局已經先下令停工，補發通知，讓落井會當繼續來進行。記者楊秋南投報道。